好嘞，看你升级嘅客家中，睇您你嚟唐春山先生嘅大竹夹卖嘴包，非常嘅精彩，你哋一下子跳下落去看一下。我有介阿姨大量探嘅隔壁两件同埋水板，左片嘅挑价本上将近片嘅挑价几上人，人讲做穷样嘅生理为人家，几两沙马沙看马沙都唔顺眼。讲今年嘅正月15日，了两介挑价大多是喜摆摊冇结球。香港女亦群人，也群人嘅目珠雞群呢群冇時限，但係咧嘅中挑家嘅目珠里啊，提馬上居可以將你賣水板，來，你就兩片看來兩片賣，而是好食嘅水板唔來難漲價嘅水板好食又便宜，兩張20條很送你1萬客家嘅板人。人挑價糖了唔敢年紀咪可以再講，你都千萬唔好去街攤，伊買嘅水板加錢多水板係吹了咪亂算慘，很係愛你嘅水板吹了好食材，兩隻漲10條，能愛送你兩隻太港人。大家糖了是小爺爺，鬼龍群人專挑是強也偏將。中挑價實太傷痕，你就係講本機片多計市場，機買水板根本是唔得，材料冇衛生，該做工有錢人，還係愛你嘅水板好好食，價錢愛做得咁一般，人挑價糖了是不了一啲嘅心肝上，哼，愛根本嘅係講就你，我是唔想人。來，大家來兩片，唔講你是死講你唔敢，我根本你貼撇太正送，假使猜你很來猜你敢，中挑價糖了不得了，我啥做得比佢慢，可以再講，來，是我嘅水板，全部唔是錢，按貼錢搶你都是水板。你聽下一講講 ，Come on。